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30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长张彦祥涉违法利用户政系统查个资，协助国民党进行人事罢免，已坦承犯案以40万交保。明仔载是5一劳动节，今年大游行诉求反霸凌，刑罚7降价。调查嘛指出，台湾劳动的工时是全球第6名，亚洲第2。索马利亚政府公告，4月30开始使用台湾的护照，就袂当进出索马利亚联邦。咱国外交部表达抗议。来看检调侦办罢免民进党基隆市员郑文婷、张志豪内底有死亡造假人数。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长张彦祥嘛涉利用户政系统来协助人事，将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基隆地方法院是裁定讲，张彦祥已经认罪，以40万交保。另外区党部的主任张金发甲带头罢免的林涵玲、纪文全2个人是收押禁见。检调侦办民进党基隆市议员郑文婷甲张志豪罢免不实连锁案，发起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长张彦祥涉嫌查询户政系统，协助罢免人事，向法院申请羁押。要国民党前区党部主任张金发甲罢免案带头人纪文全，基隆地院昨开羁押庭。法院指出，张彦祥伫审问时阵承认犯行，违反告诉法甲规则文书。犯罪嫌疑重大，虽然要告共犯无够限，有串供记录，毋过考虑伊的态度配合，裁定40万交保，限制自己。纪文全甲张金发是法庭所回指控，而且2人伫知案件曝光了后，马上三军定罪，而且只是轻读通讯记录，涉嫌掩蔽证据甲串供，对警察造成阻碍，裁定2人羁押禁见。基隆市长谢国良伫张彦祥等人做到性爱时阵表示，尊重司法调查，会看裁定考虑是不是调动张彦祥的职务。伪造文书罪一般来说是5年以下在刑法理论上不能算是重罪，所以我希望被侦查对象最好都能够把事情来讲清楚。同款也是涉嫌不实连锁前后做到羁押禁见的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清荣，甲台北市党部书记长曹文兴，是和民进党地会林楚欣也出席地方选委会委员。中选会也正式表示，若选委会委员遭羁押或者是起诉，会由中选会提报行政院长免除职务。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5一劳动节咯，劳工团体今年5一大游行，诉求反霸凌、限员工7降价等等，嘛呼吁大家做伙上街头。劳动部长洪胜汉是表示讲，劳团的诉求伊拢有听到，劳动部会好好讨论来思考。大家这次很重要的诉求是反霸凌嘛，然后反霸凌要保障的部分，然后再来有包括大家也期望，其实很多劳工朋友一直都期望有降低工时。其实劳工朋友提出来的一些诉求，我想我们在部里面都会讨论，而且认真的来去做思考。针对国民党4月2日的集会有越质疑档案引起质疑，部长是表示讲，若违法上济是罚头家15万，嘛已经甲移民署联络，甚至地检署嘛以涉嫌违反选罢法来侦办，劳动部嘛表示讲会配合调查。明仔载5一劳动节咯，民众党团早起是开记者会，指出讲台湾的工时长、工资各低，状况无改善。台湾劳工的工时是全球的第6名，亚洲的第2名。台湾专科护理师产业工会嘛呼吁讲，得爱赶紧甲3班护病比来立法。替劳工不劳权。法口号表达诉求，特别5一劳动节，民众党团早起甲工会团体开记者会，台电产业工会甲台湾专科护理师产业工会拢提出呼吁。医疗的环境已经恶化到令人难以维持下去的地步。每个月我们都在看到我们的单位及医疗现场都有许多伙伴离开我们，
我们呼吁政府立即行动，推动3班互聘比入法，请媒体记者去拍我们台电人员去摘除鸟巢的这个新闻。你有没有考量到基层同仁他在上面在执行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压力？到这个进前，台电公司也无回应。台湾专科护理师产业工会是提出暂停合约，关键将3班合并比入法，守护医疗体系最后的防线。民众党团批评。台湾高工时加工作状况无改善，台湾劳工一年的平均工时，2024年已经负2030.4点钟，是全球第6、亚洲第2。去年我在咨询劳动部部长的时候，那个时候许明春还在，我针对劳工6大保证一点一点跟他对，还没有下台的许明春呢？在立法院承认，蔡英文所提出的6大保证几乎通通都跳票。民众党团也提出要完成3班合并比入法，画上完全法定草案，各予固定假日法制化，规范放假的方式，确保稳定性甲公平性。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戴孝明甲台湾劳工阵线今仔嘛开记者会，表示讲，目前伫学校的劳动教育课程大部分拢是假理论、假法规，还欠缺伫工课场拄到问题，要安怎处理？所以民间团体是呼吁教育部应该爱伫课程中加入一寡实务的经验。青少年伫学习以外的时间，为着要趁一寡所费，甚至补贴厝内的经济，定定去做散工。高中3年的陈东二表示，过去有去发传单的经验，不过若是工时减少，薪水有争议，要安怎向雇主提出问题，争取家己的权益？伊认为这部分的知识较欠缺。我以翰林版的高中公民课本为例，像我们在介绍个别劳动权的时候，它其实就只用短短的1页来带过而已，内容其实只有简要的提及工时、休假以及最低工资等等很基本的概念。学生也表示，身躯边有袂少同学，若是拄到权益受损，大部分拢选择偏向网络当做学经验。台湾少年权益甲福利促进联盟和台湾劳工阵线拢表示，保障青少年的劳动权益，应该爱对教育现场做起，亲像伫工课场互人诈骗、性骚扰这寡目前正接看到的实际案例，应该爱正式放伫课纲，互学生了解要安怎应对。举例来说，打工诈骗等等这些议题，它都是被列入为补充教材。所以作为高中生、高职生的必修课程，不是变成补充教材。所以无论是将来要入到职场的学生，他都必须要具备相关的一些劳动知识。特别是青年的这个劳动者，他更缺乏相关的经验，他没有办法像有一些求职经验，他可以透过口耳相传或者是朋友的这个介绍，他可以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根本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尊严劳动，他去做一个全方面的这个普及的这个建立。戴孝明和台湾劳工阵线拢强调，政府应该建议劳动教育促进法，保障青少年的劳动安全权益，也呼吁教育部爱调整目前劳动教育的课程，教学生基础劳动的知识，用合实际经验，甲友善职场环境的观念对教育增进。记者梁家嘅夏桂林台北报道。来看真侪捌伫学校受到霸凌的老师因早起开记者会，因讲因惊管管上课，拢唔敢去申诉。嘛有人申诉了后又搁撤案，伊呼吁讲学校在处理霸凌的案件，嘛应该爱适用职安法。因为遭遇职场霸凌，让我差一点走上绝路。互校长霸凌险要行绝路，想要甲教育局申诉，所寻到进前同事的案例，去互官员互相暗号扫掉，敢若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共款，所以选择吞忍。另外一位老师嘛共款受到工会中的霸凌，甲教育局申诉，所以互人撤案。当时的副局长竟然泄露我是陈情人的身份，让我在校内更遭受到更严重的孤立。除了这个报告是非常荒腔走板，然后双方的陈述都没有任何的其他人证去做勾稽比对。目前教师的工课场霸凌防治是各县市家己定的，不过教师团体和工会认为，这个保障根本就无完整，若是要处理，就应该爱适用职安法。立委范文检视劳动部上行政院的修正草案表示，应该把霸凌的定义定好清楚，包括调查和处理的程序，各申诉的机制，拢应该爱搁较完整。
那但是还有一个区块就是不法的侵害，所以不法侵害是指的是执行职务因他人的行为受到身体或精神的侵害这部分，我们期待委员能够加以琢磨跟定义跟进一步厘清。在教育现场，此案押案，球员兼裁判搓汤圆是日常。像左边的台南市、新北市都是重灾区，所以呼吁代理教师们可以选择的话，都不要去新北市或台南市。立委范文提出修法的版本，教师团体和工会拢真肯定，嘛强调法律就要完整，才会当提供劳工上基础的保护，唔通等到代志发生啊，就干那纯拍官司，这条路会当行。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有比利时的媒体指出，讲2022年的时，中国的大使馆要求比利时的外交部把台湾代表处的国旗提掉。另外，索马利亚政府日公告讲，因为一中的原则，4月30开始使用台湾的护照未当进出索马利亚联邦。咱国外交部表达抗议，嘛呼吁民众为着安全，就莫去索马利亚。2025国际评比上强护照排行，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公布，全亚军宝座拢是来自亚洲国家，分别是新加坡、日本、台湾是第33名，比去年提升2个名次。不过外交部突然公告，索马利亚民航局日前表示，因为一个中国原则的关系，4月30开始，所有台湾的护照加相关旅行证件，拢袂当用伫出入加过境索马利亚联邦。那中共文攻武吓始终没有停止。不管是军机、军舰的军演，连这个我们的护照，在全世界其实都相当的好用，而中国还是持续的打压台湾。对于索马利亚政府错误解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与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挂钩，图谋制造台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假象，外交部也予以严正驳斥，并强烈谴责。为了确保咱国民众安全，外交部也呼吁，伫索马利亚政府还未撤销公告以前，先莫去索马利亚联邦甲索马利兰共和国。当各界批评中国打压咱国国际空间的同时，比利时法语媒体《晚信报》合作发表的系列报道中，公告中国大使馆伫2022年要求比利时外交部设法移除挂伫台湾驻比利时代表处顶楼的国旗，将其为造成咱国国旗伫2023年初就去互剔除。大部分国家我们驻处的国旗也都是在室内啊，除非有很独立的馆舍。我们要在意的更需要的是这个外交的这种具体国民待遇的打压啦。比利时因为它是欧盟会员嘛，这个欧盟成员，所以我们护照在那边适用申根签证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不会有所改变。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应该袂具体影响咱国民众的态度，而且台湾人伫欧洲也真受欢迎。外交部表示，中国想要改变现存的国际特势，将台湾议题扩改成内政问题。咱国除了明确反对北京一再透过法律战、心理战甲舆论战等行为，也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以具体行动加以反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台股，今仔开盘是有平盘，收盘有收掉2万点哦。最近股市有较稳定咯。外界嘛正关心讲金管会限空令，什么时阵要解除？金管会主委潘金良今仔日反应时表示讲，佮需要一寡时间来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就职满100日，立告签署行政命令，调降汽车关税，市场受到鼓励。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收盘起38点，三大台股大盘开价行悬震动。外界关注市场限空令，什么时阵会解除？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强调2大关键。我们需要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来观察国际上的一些，特别是我们国际之间有关关税的谈判的结果，以及相关其他经济参数的改变。各界关注市场表现，也有立委关心，为2015年台股市台24条，一直到2024年超过700条，个人基金维持5000亿。不过个人基金8摆护盘，到底金额相关伫2000年的网络衰皮，到底1227亿。立委建议金管会谨慎评估，监视扩大规模。22年俄乌战争只用了545亿啊，这个数字会说话，5000亿绰绰有余啊。市场的规模跟现在应该是有很大的差距了哈，所以如果说能够加大这个市场稳定的机制，
我们是支持。另外，针对保险法修订内容，目前正院提案版本，保险的人欠债欠税，也是罚罚款的时，人寿保险契约的解约金，这款金额无超过固定上架生活费，被当作为扣押，也是强制执行标的。金管会表示，希望确保民众维持生活安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当个针对对顶关税甲各国谈判，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是表示讲，甲印度、南韩甲日本讨论了真顺利，也毋过是无讲到台湾。有一寡专家嘛提出因的看法，那么做伙来了解。美国川普政府用对顶关税甲各国谈判，对谈判进度，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甲印度、南韩、日本讨论真顺利，毋过无讲到台湾。毋过，伫川普1.0时期，但真驻美代表高秀才表示，台湾有自身优势，伫谈判过程当中，应该向美国加强论述台湾角色的重要性。川普政府有他的治国理念，有他的国家的愿景，可是我们台湾有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所以在未来的过程里面，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仔细盘点呢我们的筹码、我们强项，然后呢，希望能很有效的来论述说，台湾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那么，美国呢，在整个印太的战略里面呢，台湾可以做的实质性的利益跟贡献呢，也不容被低估。面对川普多变的态度，专家认为，政府除了对美国交涉，同时应该积极协助做好产业升级转型，甲分散市场，在关税乱流当中卡稳卡步。重点就是，我的供应链要安全。我的技术要安全，我的科技要安全。所以接下来呢，可能我们会看到，在美国这边，它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个政策，事实上都是围绕着这样。那也就是说呢，它透过这一个关税呢，它想要形成新的伙伴、新的同盟。台湾最大的一个隐忧啊，还是太依赖单一市场。电动车里面，除了美国最大市场之外，在中南美洲、东欧。还有中东有非常大的这个商机，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产业链能够往那边移，希望能够真正把台湾的产业链做一个梳理，按类别来，按 commodity 来示意这个 tariff 的这个 movement 啊。台湾电动车业者呼吁，政府应该整理国产业供应链，跳出单一市场的想法，思考未来布局，搁加强伫人才交流甲培养，来应对国际经贸变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主持5月份的奖冠进任授届典礼，这届是有11个升校长，2个升中将，其中校长雷永琪嘛接任国防部负责治安甲网络的处长，伊嘛是陆军官校女性正期的毕业生头一个将军。亲自为奖冠颁上奖签，并且握手致意。总统赖清德30亲自主持5月份奖冠正式授届典礼。这边总共有11位新的校长，甲2位中将。重点之一包括国防部的发言人孙立方自校长晋升中将，5月初1接任国防部政务办公室的主任，创新纪录。由政见将领的即将国防部的大总管，求学的时阵得到因老母来台湾，自迄当阵就开始要将军，对军方媒体基层记者开始做，一路升到将领。这几年担任发言人，接受总统府方面甲军方的信赖。这边得到国防部长郭立雄的提拔，小反共技术怎么变做部长上重要的助手。我的母亲在过世之前，还在提醒我，要对国家忠诚，要做事情，要认真的去做事情，要去尽自己的本分。那这一些，我相信是。在军旅生涯的历练过程当中，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因那新高校长要焦点，雷永琪正做陆军官校女性正期毕业生第1位将官，创新的纪录，也和女性现役将领的人数维持伫4个。雷永琪之前伫咧驻甸部队经历过，有丰富的经验，这边接国防部通知处长室的治安，也个网络攻击的警备处处长。面对中共加大对台湾网络攻击的力量，也考验伊安怎强化国军治安防护，
反制强军的威胁。强化我们的资讯安全的一个能量，加强监控的一个机制并且进行这个跨部会的一个交流，落实保卫国防安全的核心价值，加强保防安全工作。罗总统伫咧致辞时阵讲，台湾面临着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中共不断地利用各种渗透的行为，想要窃取咱国的国防机密，所以就要加强保防安全的工作，也勉励在场的将领，唔通够用以前的惯性思维，要用更加另外创新的思维来增强整体的国防实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台铁6月23特别起价，国民党的立委鲍坤基要求交通部要来提出华人台党的优惠方案。交通部是表示讲5月底之前会来公布。另外，台铁试办新的月台门外界质疑讲开1亿5000万，伤贵咯。也不过台铁是表示讲，因为目前是试办成本较悬未来大量来使用，成本就会降低。为防止旅客落雷铁记录，台铁最近试办蓝素色上下升降月台门，全长300公尺，适用台铁无共款车门停库，不过总经费将近1亿5000万。也互立委提出质疑，台铁回应因为是试办计划，所以达至经济功能，未来成本会更较低。第一种是要不要做月台门，有必要吗？第二种是说，有必要做，但是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吗？包括监控的部分，也包括我们的相关的资讯，看可不可以传到我们现在所谓的铁道园区。我们现在是一侧，但是未来我们是2侧，所以就说里面的建设一些监控呢，我就可以少掉很多。对我来讲，成本会更低啦。台铁起的新票价要伫6月23正式上路，根据汇率计算，北花票价平均起32%。全国起的幅度平均是1.6%。国民党立委鲍坤基要求交通部赶紧提出华东优惠方案，在华东整体道路无改善完成进前，无适合起价。华东居民的优惠，这个是确定的政策，一定会做。但是确定的方案跟内容，目前台铁正在研议，我们一个月的时间来提出。要到5月30以前，好不好？好，5月30以前。好。另外，顶个月高铁过站无停的事件，原因是指向驾驶无遵守 SOP 规定。高铁除了提报奖品审议委员会审议，也采取3大措施来改善，包含暂停这驾驶勤务3个月，进行心理测验加适性检查，发布工具提醒全体驾驶落实作业证书加征收规定，防止同款的人为疏失搁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嘉义有一个民众不办讲高雄的桥头地检署总提搜查票来处理，讲伊牵涉到诈骗案，落尾后是找唔到人，伊的银行口座嘛，互来做监视的口座，伊实在是真困扰哦。地检署表示讲，因为当事人甲嫌疑人共名，实在是真歹势，嘛已经通知银行来解除监视，冒向当事人回失的。检方早搜索票上门，互民众三无掌。嘉义一个民众就报了公社投诉，高雄桥头地检署人员2到早起上门，讲伊互检举涉嫌一件叫客买油仔币的诈骗案，佮翕当事人的相片，互检举人确认，落尾煞发现是揾唔到人。办代志这个嘛是他较小可无啥清楚啦，无啦安尼。民众认为检方无确认清楚，会造成当事人的困扰，也毋过误会毋若一解。一个去互认唔到的当事人，迄天下晡5点外，又搁收到口座异常的通知。经过了解才知影，银行收到检方发函通知，甲伊的口座通报是警示口座。我没有办法做生意啊，资金就等于被断掉了。那我老实说，如果我今天我跟人家叫货啊，我不转账给人家，人家会不会去举报我是诈骗集团？我不就真正变成诈骗集团了吗？搜索的处所与原设定的处所是错误的，但是只要搜索的地点跟法院的搜索票是一致的，原则上检察官不会有任何刑事问题。但是因而造成被害人而财产被冻结，这一些可以依照民法184条跟195条。请求损害赔偿。律师表示，若造成民众的损失，会当要求损害赔偿。检方发声明回应，当事人甲检举人提供的嫌犯具名相共，才会无毋对。迄天无执行搜索等强制处理，当局口座是要防止诈骗集团甲钱转出来，已经通知银行解除警示口座，而且取得当事人的谅解。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这个33岁姓李的查甫人哦，骗要买袂透位的民众讲，得爱种种的费用，赚上千万的乌心钱。婚姻地检署抓到包括这个姓李的被告，计共有7个人，跟以上法办。警方专案小组摕到所钞票去到姓李嫌犯的徛家，当场查扣连骨头委托销售契约书，买卖投资订单。因为姓李嫌犯因过捌做过殡葬业，塔位中南买卖，煞利用订买卖塔位的方式，伫中南部共诈骗。在操作假买卖灵骨塔位诈欺集团，分别以3间公司行号的名义，假借收取塔位挖位费及灵骨塔鉴定费等话术为由，使多数被害人陷于错误。警方表示，姓李嫌犯带头的犯罪集团，平常时以暴力恐吓取财，各设公司行号，伫112年到113年期间，以惊买卖灵骨塔位，说向被害人收违位费、鉴定费诈欺，搁再转介予地下用资办理贷款，不法所得赚1400多万。因投资此等商品已遭套牢，急欲脱手，乃联合相关共犯，假借要帮其2人脱售相关灵骨塔产品，并以塔位鉴定费等相关费用向其2人诈取新台币600万及700多万元。婚姻地检署表示，最近诈骗集团会以俗价来向民众投资买卖灵骨塔等商品，致使民众了钱了甲拢无本，还有民众唔通凊彩相信，才袂去互骗去。也若姓李被告等7个人经过侦办涉嫌诈欺、组织犯罪条例，警察将结了后提起公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北一个老大人哦，因为在假投资诈骗，哄骗170多万哦，伊阁去找大师要来设定哦，阁要借150万来投资泰达币。大师发现讲有问题，就去报案。因为即马哦，金融机构拢会主动询问诈骗集团的上康上胖，爱被害人去利用保单借钱，还是讲透过大师去贷款，设过银行来诈骗。这么多钱，那个都是他随两便。个查甫人小约伫咖啡厅，即摆毋是车手，又面交，来是地政署。随便乱讲一个理由，就是他就是要冻结你就对了。原来老先生要办代书贷款，只是资金用途，地政署愈听愈怀疑。代书询问之后，发现被害人疑似遭到诈骗，就立即报警。经警方与代书向其说明之后，被害人才恍然大悟自己遭到诈骗。警方发现，台北市这个中辈和诈骗集团骗，差1点委托代书借150万，投资泰达币，受骗假投资。银行贷款的情况，可能第一个可能时间上要久一点，第二个可能手续上会比较繁杂。那我们就去帮他跑那个抵押设定的流程，把这个借款人的那个房屋啊或土地啊拿去地政事务所做抵押设定。银行的临柜关怀，甲过去比变得更较接，所以诈骗集团也转向要求被害人用保单借款、代书借款，想办法设过银行，将钱骗到手。诈骗集团用这样子的手法来规避银行的一个审问，包含房子、包含你的保单、其他的个人的信用贷款等等的，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把你个人所能够剩余的残值给榨干。诈欺手段800种，为存款、储保单，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拢可能互骗走。民众一定得爱细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伫去年防诈骗的金额计共到500亿哦，是5年前的11倍。司法部协调各界的资源，成立防诈实验室，利用 AI 的技术，透过参加计划银行连线甲资料的分享哦，会当伫几分钟内来阻断金流，守护民众的财产。司法部拜三正式启动防诈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由政府和台湾的银行、公部门和民间共同合作所成立的新单位，希望透过金融机构的合作，斗阵追查有嫌疑的金流，提升金融的治安问题。我们就一直跟金融界有一些密切的合作，就是怎么样从这个流中，在最后在金流的异常里面，能够看到诈骗的那个可疑性。高山银行表示，目前台湾上常看到的就是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会用假的口罩，伫咧保共的银行四过转钱，互金流变甲真复杂、乱糟糟，要查金流就变甲真困难。这摆成立防诈实验室，就是希望提供一个跨银行的空间，互各家银行斗阵开会，利用 AI 来分析金流，找出来有嫌疑的口罩，打击诈骗。大概只有1/10有报案。那你这样一乘，你就知道每天诈骗金额有大概到40亿。各位可能很好奇哦，那台积电一天赚多少钱？
台积电一天只赚32亿，那我们的护国神山做得这么好，我们诈骗集团居然也会这么厉害，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打仗。即马诈骗集团的手法愈来愈多元，也是引起民怨的原因之一。根据内政部的统计，这5冬来诈骗的案件逐年咧增加，到2024年诈骗的金额已经来到500亿，是5冬前的11倍。即个除了银行单位，也包括谷歌、赖这的公司。司法部希望透过公司部门的合作，共同建立会当互相信任的金融环境，打击诈骗，保护人民的辛苦钱。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再来看桃园有3000外个学龄前的特教囡仔，也毋过桃园的特教班只有50班，所以有9成囡仔拢是读普通班有民意代表就呼吁市政府爱重视这个问题。教育局嘛表示讲，会搁来增加2班集中式特教班、4班学前巡回辅导班，未来嘛搁继续来检讨改善。行平衡木、爬楼梯、自流廊。在老师鼓励之下，特教囡仔顺利完成任务。桃园有市机关伫机会接顺的时表示，桃园有3377名学前特教囡仔，也毋过特教班只有50班，会当容纳355人，其他9成只会当以一般性的成分读普通班级，因为学前特殊教育资源分配实行。我实际走访学校，那听老师还有家长们的反应，那发现很多特教资源根本就不够，尤其是师资短缺的问题非常严重。只要有专业的老师带领他们互动引导，那他们其实就可以有很好的发展。教育局表示，学前特殊教育班有108班，其中50班355名是集中式特教班，多数是中重度障碍儿童；58班2990名安置伫普通班接受巡回辅导班，另外有32名伫私人机构接受早疗服务。114学年度会阁增设2班集中式特教班、4班学前巡回辅导班，拢总有114班。全国学前特殊教育幼儿大多数安置在普通班接受巡回辅导服务，桃园市约有10%安置在集中式特教班，与其他县市比例相符。他没有同侪的刺激，他反而他的能力是被弱化的。那真正要对孩子好的方式，就是其实是在让孩子们都进到一般的幼儿园去读，那给的支持服务是增加的。针对学前特教资源，也有团体有无同的看法，因为自从特教法向下面延伸到2岁以下，各县市公设特教班，颠倒造成囡仔融合机会变少弱化囡仔的能力，建议进入融合教育，也毋过互因更较侪支持服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大病医调查指出，讲台湾8岁到15岁的囡仔，毕竟4个人都有1个人最近1半冬受到精神疾病困扰，也毋过只有1/10有去看医生，还是寻求协助。国教行动联盟早起是呼吁政府应该爱家儿童青少年的精神疾病，这名做神经多样化，来减少标签化，鼓励家长会当带囡仔去就医。这个月17，有网友伫社群媒体曝光，桃园一个小学2年的学生囡仔，技术因为情绪不稳定，伫学校互学务主任用塑袋包伫的椅仔顶悬，引起外界议论。家长团体认为，这技术情绪障碍囡仔其实是神经多样性族群，不过部分家长因为烦恼囡仔被打精神疾病的负面标签，无愿意囡仔去看医生。反倒可能造成囡仔学习出现障碍，甚至误入歧途，产生严重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家长不敢带孩子去看医生，原因最大问题是什么？我带了，我就是承认我自己生的孩子有病。那这件事情的话，就会让孩子知道说，他在外面在学校当中，他都被贴标签。国教行动联盟表示，神经多样性是一个国际之间广受认同的概念，强调每一个人的大脑发育有伊的独特性，包含自闭症、ADHD、情绪障碍等神经发展差异。而且卫福部调查发现，厝内受虐待囡仔将近2成有 ADHD 或者是发展迟缓者的特殊需求。却常常被误解是唔听话，做到体罚等不当管教，正做恶性循环。12岁以后到20岁之间，现在他那个忧郁率跟自杀率都是第2位。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减少这种小孩能够顺利成长，能够过得了关？我们部里面这边也应该是会优先的来针对神经的多样性，先
向大众来积极的做宣导，让大众不要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根据台大病院相信调查，台湾8到15岁离校平均每4个人就1个人。最近半年受精神疾病困扰，不过萨格兰户1/10得到医疗甲支持协助，所以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推动离校心理健康就医率，为即卖2.8%提悬到15%，佮推动神经多样性正面运动，减少标签化，创造尊重差异的社会气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9日密西根州发表接近100日的演说，伊讲伊会进行一场常识革命，会让美国有深刻的改变。伊个考试民主党的总统拜登，嘛批评联储会的主席鲍尔。川普嘛个签署行政命令，要来降汽车的关税，这嘛让美金甲美国拢个大起。虽然美国几多间媒体民调拢显示，川普是自2次世界大战以来执政100日满意度上高的总统，不过都无影响川普庆祝的心情。We're saving the American dream. We're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it's happening fast too. What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in the past 14 weeks is a revolution of common sense. 川普伫摇摆州汽车业制造重镇密西根州的华伦市，向热情的支持者发表这场100日演讲，讲家己一个边境政策，驱赶非法移民加降低通膨的政策。伊讲汽车制造商怎么拢排队抢要伫咧中西部设新的制造工厂。After decades of politicians who destroyed Detroit to build up Beijing, you finally have a champion for workers in the White House, and instead of putting China first, I'm putting Michigan first, and I'm putting America first. 川普也考试民主党前总统拜登，批评联准会主席鲍尔，一个家己侮辱家己，讲伫咧伊的治理下，南方边境非法移民的人数比去年3加14万人，减到只敢若剩7000多人。两个计数也破87%，因果随后美国媒体引用劳工统计局4月份的资料解说明，讲3月份一打的零售机能计数是6.23美金，比2月的上悬计数5.9块美金也更加贵。另外，线上借贷业者联顶 Tree 新公布的资料讲，用先买后付款的方式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者人数，自去年的14%增加到25%。表示愈来愈多人连日常生活的支出拢正悬。美国经济评议会新公布的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5个月半降到5年来上低，甚至比新冠疫情时阵还更加害。In 100 days, we have delivered the most profound change in Washington in nearly 100 years. 另外，川普即天签的行政命令，调降进前所实施的几多项合加汽车关税，和美金加美国拢起。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4月30日是越战结束50周年，伫乌志明市有大型的纪念活动。也毋过即马有真侪人真烦恼，讲美国总统川普无要来协助清理迄当时美军伫越战为着战术使用的一种毒草剂定剂哦。另外，当初有3000外的战争孤儿，奉送到国外去收养，嘛有人返去故乡想要认亲。这阵身心都有障碍的人来到县港的停济受害者援助中心，穿制服做运动，开始一天的活动。今年34岁吴成海是越南几多百岁停济受害者之一。一出世就严重的发展障碍，敢若是溜溜啊就真困难，讲话也袂清楚，敢若勉强知影伊讲啥。不过伊才有真侪朋友，真快乐。30是越战结束50周年，当局办纪念活動，不過到今也有幾多百萬人受到停劑毒害。Chính phủ Hoa Kỳ cũng như là các nhà sản xuất chất độc này phải có trách nhiệm để hỗ trợ lại đối với những nạn nhân。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实施几多项美国优先政策，包括减少对华援助。在越戰期間，美軍甲落後毒草功能的定劑用在咧戰術運用，總共噴7200萬公升。停劑有正毒的戴奧辛，那掉喺土的流喺地下水，再加上人體正歹代謝，互越南的百姓到即馬又願承受到生出畸形或者是得到癌症的痛苦風險。美國北講要清理，不過即馬大家擔心川普敢未甲伊停落來。今年51歲，在法國大漢的杜莎，重新返到越南，希望找到家己親生老母。伊是美國在越戰後期執行大火空軍英烈
理行動3000多位囡仔內面的一位，迄當陣才11個月，其他囡仔分別送去北美、澳洲甲澳洲。We is not a usual name in Vietnam. I just want to know if my biological mother is alive or dead. 杜莎講伊運氣真好，因為伊迄當陣抑個是幼嬰，袂記任何氣味、影像或者是聲音。也感謝當年冒險救人的飛行員抑個軍人。空軍英里行動是美國政府迄當陣為了要救當地孤兒所發動的一項大規模疏運行動。不過第一批啟動的班機，所因為機身出狀況，歸來摔來，造成包括囡仔、政府工作人員在內138人不幸死亡。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輯。為佇宜蘭安農溪開2億7千萬座的全台灣頭一座的人工輕艇的比賽場地，今仔正式啟用，嘛是世總運比賽的場地哦。也毋過煩惱講未來若去拄到風颱、土沙這個問題是要安怎辦呢？縣政府是表示講，已經有請專業的技師來負責維護。安農溪頂懸水門升起，水沓沓流入清溪激流賽道內底。宜蘭縣政府趕在世總運開幕進前，完成全國第一個符合奧運標準的清溪激流賽道，現日舉行啟用典禮。世總運執行委員會也帶選手到場來測試。但是它的一個水的來源是從我們的這個南洋發電廠下來的，所以它不像一般的我們一般的河川它可能會有洪水泛濫的問題。強調安農溪雖是天然河道，煞是人工河。在賽道起的時陣，原本規劃設在主河道頂懸，環團煩惱會破壞河川生態，最後該設在主河道道邊，各縮小量體。不過賽道完工了後，後續安怎維護管理是一個難題。第一個，你不知道，就是說今天豪大雨或者是大颱風的時候怎麼樣。第二個，它主要就是砂石，就是裡面的土沙從主河道過來到閘門這邊的時候，那土沙會不會去塞住啊？因為賽道是在河川行水區，水門是在主河道頂懸，管理單位勘察水利署甲縣政府，就連三清鄉公所攏捌傳出想要維管。環團表示，若拄到風颱大水或者風災，要清楚倒一個單位支持做防災警備，甲做好後續清理工作都真重要。我們會委由專業的技師來做機電的操作，還有設備的維護等等的工作。這賽道長差不多400公尺，開差不多2億7千萬。縣政府表示會負起賽道維管責任，佮委由專業的技師來做機電操作、設備維護甲後續的清潔維護。公視新聞宜蘭報道。花蓮秀林鄉德魯庫口的富樹村最近部落附近的山壁放棄，村民是真煩惱，講災害會擴大，趕緊開部落會議，嘛呼籲相關單位就愛趕緊來處理。這是嚟自花蓮秀林鄉富世村的居民用手機翕的畫面，10年後壁的山壁都連崩落，真大聲音加上土石土粉，雖然無結着厝，也毋過離部落只有300公尺，大家攏真煩惱未來會發生災害。不管是地震也好，強降雨、土石流也好，對石林的部落的族人還是非常的惶恐，因為它佔了大部分的面積，絕對是未來災害的一個破口。工作人員特別前往視察，發現山壁主要路橋範圍是離海拔340公尺至500公尺之間，必須開闢估計大約有800萬棟土石，站在風險真懸。我們要設置這個重力式的擋土牆，擋土牆的長度大約250米。那我們召開了6次的土地說明的協調會，那目前仍然還有3筆土地沒有取得同意。根據公所資料，災害位置除了阿年的礦業用地之外，也有27筆私有土地。在空數03地動了後，阿年雖然已經以水土保持法向縣府申請緊急防災計劃，因為無得到少數地主同意，工程無法度進行。有些地主雖然他不願意提供，但是我們經過修正我們的計劃，然後盡量就是通過公有土地。面對救災工程一直無法度進行，在地昨天也召開部落會議，呼籲中央甲地方相關部門重視居民處境，監視會當以防災法強制地主同意，才會當盡速啟動整地作業。公視新聞採訪報道。來看高雄的海洋教育開3億6千萬，在高雄臨園的中分漁港去新港區，去年9月啟用，10月去拄到3度2風颱，造成8隻船擺冰船，互漁民怨嘆講，這實在是上陷落。
新的中分渔港船长甲渔港当日无行政理网啊，准备后一届的掠鱼作业。船长讲，即阵阮骑的这只船，去年10月山道里风台来的时，船头去互风景降海去，海伊开3万外去修理。另外一位船长搁较害，规只船拢去互海景变去，毋若爱车吊车来吊，干那修理代就开20外万。渔民怨叹，开3亿外做的新渔港，根本就无在调保护渔船。感觉变过都4、5只，包括我迄只拢歹了，一边拢。开天窗啊！你设计的时就是爱设计讲，无论大的风台来，阮拢有法度伫即个港内底避风会当安全保守着阮的财产嘛。啊，毋是啦，迄个港嘴做到遐尼大啦，都袂输要停火船的个。渔民认为新港区港嘴做伤大，保护的关度嘛无够，风景若大无法度保护船啊。针对渔民的质疑，海洋局表示，新港区上济会当停90只船，去年山道里的17级风已经超过当初设计的风速13级，这会造成船啊受损。考虑到极端气候已经成做常态，因要向渔业署申请经费来改善。西边的风波堤呢，形壁还来加悬，防止月影呢影响到船只的安全。第2项呢是缩小这个港喙的跨度，规划由目前的港喙开口呢75公尺，缩小到50公尺。渔民嘛反映，开遮侪钱做新港，虽然停船北所的设施都无下经，因若伤大，规条所啊都路长了了。莫怪只要歹天气，大家拢甲船啊驶去旧港停，即摆风台搁要高挂，因实在是真烦恼。海洋局表示，只要经费补助落来，因会马上去做改善。记者柯家祖、赵阳、高永昌报道。离岛最起真出名的斗阵海北的油桶哦，有呛水的民众反映讲，因买无明信片通寄，所以皮桶顶悬哦，拢雕甲满满的食物。乡公所嘛表示讲，今年明信片设计的标案，佮为何拢无人来标，还佮重新来招标。已经伫4月，绿岛的水后活动已经开始，真侪畅水游客为伫斗阵海北油桶来寄批，真闹热。不过，即马有畅水人到斗阵海北油桶所看到白色斗阵油桶发满海中的生物，看起来亲像无洗身躯。即马甚至传出游客买无明信片寄批，可能影响特别热爱绿岛观光。你要靠近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毕竟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附着物，那你就要小心被割伤这样子。他有的是国外的游客，那他收不到信会很伤心，这样就失去它的功能。绿岛斗阵海北油桶伫2018年启用，每年乡公所拢用通报案来招标，请人清洗佮设计明信片。不过乡公所表示，今年无厂商来投标，顶礼拜乡公所已经重新混乱招标，就是把它从海底拉上来哦。躲避这个台风的次数太多了，有发包好几标都没有人来标，所以我赶快指示科长，就是把它拆开来，把维修部分跟民营的部分拆开来，这样。绿岛斗阵海北油桶是目前全世界上深伫水下11.5公尺的海底油桶。伫观光大季时期，一礼拜差不多寄出上百张的明信片，也带动周边的旅游商机。公所希望用伫秀早进前有人来投标，互油桶用行这观光客。公司新闻台东报道。无亲济真龙仔花哦，受到去年风台影响，佮加上今年测低温哦，所以真龙仔花产量是减少真侪。即阵哦，未赴开花，价格嘛真贵。原本应该当收成的真龙仔花，即阵也拢是花毋赢，敢若少数有开花。中华参尾是台湾真龙仔花上大的产地，但是今年3月温度低，影响开花时间。花农表示，今年的花期差不几个月，有4成左右的花未赴伫母亲节进前开花。今年是寒较多啦，寒伤久伊啊，花头一个月的产期啊，啊无以前是跟若到母亲节，咱会拢3到8、9成的，今年拢剩头6成左右。农民表示，去年7月真龙仔花补长，就因为风台影响无建长，今年测低温佮影响开花时间，目前敢若有6成左右的花通收，价格嘛低得起。去年一支卖10块，今年爱15块才买有，愈晚母亲节价格可能会愈悬。嘛是会想要买啊，买互妈妈安尼，就是一种仪式感吧。妈妈上重要啊，花嘛足水啊，所以讲。一年买一届康乃馨，互妈妈嘛是足好的啊，互伊欢喜。新历的7月
月哈，甲隔年的5月哈，拢还阁有花啦。平常时咱嘛使装点咱岛的生活艺术、生活美学。参会向农会表示，除了配合节日送花，这几年因嘛咧推测会当用真龙仔花来装塔厝内。今年搁伫大甲妈了境的时阵送真龙仔花宣传国产花，希望开发无同的用途甲销路，增加农民的收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文化部统计哦，今年国片的票房占全国票房的7%，去年有11%。为着要支持台湾电影，文化部除了有文化部的政策，嘛要来推动大航海计划，要来开发咱台湾的故事甲国际合作。那么这回来了解。但至少这一刻，我不想要放弃。并不是一场会输掉的比赛，一定要记得我。我都不害怕了，你在怕什么？今年国片有真侪题材，包括记录日头花运动到青鸟运动的民主练习中，也佮有台美合作的纪录片《看袂到的国家》，含以1961年的分尸案改编的推理电影《所在刘公圳》等等。演过2020年，因为疫情冲击电影产业，文化部协助业界组成国片起飞大联盟来推广国片。这几年，咱的国片伫咧国际上有好成绩。今年拍算10月进前，上无有27出国片要上戏院。不管怎么样，我们电影是台湾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这一块是一定要被重视的。然后而且看到它的软实力可以像韩国跟日本一样，可以做很好的行销，对台湾发声。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呼吁大家能够来重视电影这一块。国片起飞大联盟表示，今年的国片包括青春爱情片、恐怖片和动作片等等。其实真侪电影拢是受到疫情影响，到今年才有通陆续推出。文化部长李婉表示，虽然有选去予各会体检，不过为着要带动少年家投入文化活动支持国片，文化部政策有关是扩大优惠，希望少年朋友少少来看电影。我们文化部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想出一些策略。比如说，今年我们想出一个过去从来没做过的，就是文化币350点送200点，以前是只有100点，现在送200点。那你问我说，预算被砍了，怎么更多钱？因为跟他拼了。另外，部长嘛指出，今年咱的国片占全台湾票房的7%，到去年已经行到11%。伊嘛真乐观看待今年国片的票房。为着要让台湾的电影产业通行的久长，文化部嘛有增加纪录片和动画的前期电影调查和开发补助，嘛推动大航海计划，要来开发台湾故事甲国际合作，希望让台湾的电影伫咧国内外拢通有好的发展。记者卢尚珠、曾俊尧台北报道。来看18世纪完工的意大利罗马戏园池特雷维喷泉哦，逐当拢成几100万的游客哦。嘛，传讲这有几100档历史的喷泉，伊的水利系统是真有咯。那么这回来了解。卡车向喷泉目睭刻戏员，再个用正手甲银架为倒边的金架等去后壁。若是银架落落意大利罗马特雷维喷泉内，未来导弹搁再重回这个永恒之城。虽然是团水，暗过有搁较浪漫的讲法。但2个银架会找到真爱，3个银架就结做连理，所以逐工吸引1万至万计的游客来访。暗过去年12月底重新清洗整顿了后，即摆游客人数每一个推出上济限400人。Je l'avais fait il y a 40 ans et je suis revenue aujourd'hui, donc c'est bon. 特雷维喷泉伫18世纪完工，伫这进前，特雷维是罗马高架水道维尔哥水道的尾站，伊的作用是运送疫苗水。运送400年后，有文艺复兴运动，罗马则开始伫水道的终点建造大型的喷水泉。特雷维喷泉为1732年开始兴建，除了巴洛克建筑。雕像甲喷泉拢是重要的特色，精密的水利系统融合古代建筑甲现代工程，真使人赞叹。1998年整修的时阵，也个全新的抽水毛达。La Fontana di Trevi è sempre funzionata con acqua diretta, l'acquedotto Vergine, sino ai primi anni 50, quando si è incominciato ad usufruire e pensare che forse il risparmio dell'acqua era fondamentale e sono state montate le prime pompe a ricircolo. 所讲的循环pom浦，都是利用关节容器中的水位差，互水对较悬容器内底的管道，因为空气蒸起来向顶悬冲，形成喷泉。特雷维喷泉后壁都有一间控制室，作用就是甲温泉伫水中互循环利用，佮采取自动系统监控水箱的水位。若是温度变悬，水好滚打去，就会为维尔哥水道出水。Abbiamo un complesso sistema di trattamento dell'acqua con la presenza di un addolcitore che essenzialmente va a eliminare
e calcare dall'acqua e a seguire un impianto ad osmosi inversa che rende l'acqua priva di sali minerali, quindi tutto questo ha l'obiettivo di rendere l'acqua più neutra possibile. Il funzionamento è completamente automatizzato, è automatizzato da centraline delle multiparametriche e degli algoritmi che lavorano in modo tale da garantire il corretto funzionamento della fontana. 特雷维喷泉会当24点钟持续运作，是因为伊有2个循环泵浦，每秒会当产生126公升的水，这是经过精确计算，才会当予特雷维喷泉产生亲像水墙的效果。负责监控的工作人员讲，水量较少一丝也是加淡薄拢袂使。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下晡8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这是我非常介意的一个册店，特别是我的这个专业，就是讲台湾历史的册。伫咧台语内底有足多